拜开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圣所，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主啊，此刻我们恳求你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注视在你身上。无论是任何缠累我们心中的担忧、忧虑，我们都愿意在这个时刻全然卸下，交给你。我们也恳求耶稣保守正在路上将要前来教会的弟兄姐妹，路上交通一切都平安。也保守我们今天在敬拜服事的过程里面，主你的圣灵引领我们，使我们的乐手、歌手，还有我们的影音以及我们的会友，都可以在敬拜的过程当中遇见你。主啊，愿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带领，将你属天的荣耀降临在这里，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中心，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全人全心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里。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邀请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耶稣，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你是何等荣美的神。主啊，你就是那光，你的光照进来，黑暗就退去。主啊，你深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你也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是我的救赎者。耶稣，谢谢你，2000多年前你舍下你的生命，你十字架上所牺牲的宝血，你赦免了我一切的罪，你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因着你，我可以重新有新的生命，让我可以重新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你就是恩典，这份恩典不是白白得来的。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回转向你。主啊，我们要在这里遇见你，我们要更多像你。谢谢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主啊，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基督的心为
心来体会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主啊，修复我们的关系，我们没有与谁和好的，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如何与人和好。主你的恩典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蒙怜悯，是的，主帮助我们。谢谢耶稣，用我们的心来对神来唱。得救的，唯有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向你。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单单的只接受恩典，主啊，我们要更多的向你学习。主，
帮助我们更多的像你一样的思绪，一样的步伐，让我们的心可以再次的被神你来眺望，让我们知道身为基督徒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主啊，帮助我们勇敢的踏出我们的舒适圈，使我们背负着宣教的使命。主啊，你的大使命是告诉我们要走出去，是使万民都做你的门徒。主啊，帮助我们的眼目常常不小心只看到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很少顾念着神你的需要。主，帮助我们点燃我们内心那个神你创造我们的那个计划，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如何为你做的。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开我们的心。主啊，是的，我们要背负着那十字架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乃不再是我。帮助我们明白神你的心意，好使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是的，主，我们要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心。神说，我心，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跟随你，永恒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更多的来跟耶稣祷告，我们来回应耶稣。是的，主啊，我们全人全心都属于你。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像你，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想的，我们的眼目，我们所顾念的，都要是神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领受从一开始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圣洁，更多的像你，使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入这个社会，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要进入这个社会，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耶稣你宣扬福音的那个禾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装备我们自己，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成为那收割的工人。主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属这个肉体，我们是单单属于耶稣基督的。
了。主啊，帮助我们能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从这个世界，乃是从耶稣。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将我们自己都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回应你的诗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站立起来，我们用我们自己全人全心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生命来敬拜你，让我们从头再唱一次。永远都属于你。
赞美，归于至高全能大君王。我们的声音诉说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献上生命的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你。我们的儿女歌颂你的美好，欢迎你的国度降临这土地。把我们的父神来到你面前，唱出哈利路亚，唱出我们大声的赞美，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荣，一切的称颂。主，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才能，献上我们的生命，摆放在你的面前。特别在今天早上，我们分别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时间，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喜悦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心，在今天早晨的礼拜当中，再次领受你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新的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透过诗歌，透过祷告，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彰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早上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这时候我们也一起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箴言18章4到8节。第二段，箴言11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人的言语能成为智慧的泉头，深如海洋，清如流泉。纵容邪恶是不义，冤枉无辜是不公。愚昧人开口起争端，他一说话就挨打。愚昧人的口使自己败落，他的嘴唇是自己的陷阱。闲话有如珍珠修美味，一进口就吞下去。嘲弄邻舍毫无见识，明智人缄默不言。爱说闲话的泄露机密，诚实人吞受圣托。献诗，请慧兰小组。今天要献的诗是丰盛的应许。献诗完，请曾瑞平牧师证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你有没有听说过？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我们早晨可以一起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可以再次从他那里重新得力，也得着新的力量、新的恩典。时间过很快，现在已经是6月第2周，代表今年已经快要过完一半了，好像才刚跨完年，然后突然一年就过去一半了。6月有许多的，特别是学生，有很多的考试，然后有很多的事情要预备。那即将也要进入到暑假了。那今年的暑假教会有许多的活动，特别我们看到周报这几个礼拜都有报，有在7月20号有一个儿童的夏令营的活动。那7月底有青年主日的活动，然后到9月还有主日学主日的活动啊。所以对于暑假对于这些儿童、青少年，除了是一个很长的假期之外，也有许多教会的活动可以让他们一起参与。所以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不仅知道这些活动，也不断为这些事情来带导以及鼓励哈。那我们也同时也看到7月份教会也有许多的事工开始进行，也推行。比如在等一下牧师在补充报告时也会讲到哈，就是7月我们有一个音乐歌唱的研习，那也很邀请大家可以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参加，也可以一起来学习。那这个时间也进入到6月、7月、8月哈，就是开始台湾的天气比较不稳定、比较变化多端的时候，所以我们早上出门可能遇到下雨。那当然也感谢主，有雨水滋润我们这个原本比较干燥的土地但是也愿神保守我们，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中，我们出入都平安。都有上帝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早晨，在你的主日，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赞美你。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也让我们有新的学习、新的体会，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次重新得力，祝福我们整个礼拜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呢，好像对多数的人来讲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为什么叫致命的吸引力就是当一个人他跑到你旁边，偷偷的跟你说或者是他跑到你旁边突然跟你说，你有没有听说过？通常我们都会很有兴趣，对不对？通常我们都很有兴趣嘛。不知道这个人要告诉你什么？不知道这个人要告诉你什么样的内容？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特别我们现在说话的方式，我们现在讲话的方式，我们不见得只透过面对面我们这样子讲话，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沟通聊天的方式。特别现在是一个资讯流通很快的时代，我们可以用电话，我们可以用用手机，我们用电脑，各种社群软体，我们可以跟很多人在任何的时间点沟通，跟他讲话。但是这个世界麻烦的是，你有可能不知道讲话的这个人他讲的可能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也不知道这个人说的某一件事情制造出了某一个事件。到底是要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台湾人有一句俗语，它叫做“饭会当黑白吃，但是话袂当黑白讲”。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讲。吃饭就是入到肚子里嘛，但是你话一讲出去，可能会带来帮助，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某一些的伤害。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说的话对听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说的话对于这个接收到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特别我说现在的时代，我们不一定是面对面用嘴巴跟人家讲话，你可以用留言的方式，你可以打字的方式。但是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有时候可能是不带有情绪的，你不知道这个人发文的当他是生气的，他是难过的，是开心的，你不知道，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去猜测，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想，这到底在说些什么？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不小心在某些的话语、某些的事件当中，被别人带风向，被别人
带往他想要你去的地方。4月底的时候，在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串流平台 Netflix 上面上了一部台湾的戏剧，叫做《人选之人造浪者》。它是以台湾的这个许许多多的政党，他们背后都有一群幕僚的团队，他们就是负责做资料的这个资料收集，然后去看当时的时事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他们去研拟一些策略，去回应他们的敌对的政党。那在这个当中呢，有2个政党他们在要竞选总统哦，所以他们就必须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在许多的言语当中，想办法制造话题，想办法去击打另外一个阵营的人。但是在这个戏剧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为了要赢得声量，为了要可以赢得这个选举，为了可以让自己所说的是比较多人听的，于是就开始了会制造一些所谓的假消息也好，或者是制造了一些可以提高自己声量的方法。当然这是一个戏剧，但是也不何尝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你看我们台湾大概每2年就有一次大选，2年选一次市长，2年选一次总统，每次选这一些所谓的执政的官员，台湾就会开始吵得不可开交。你就会看到新闻媒体有许许多多，不仅是电视的、网络上的，大家就开始留言，这个候选人怎样，这个政党怎样，这个事件怎样。有时候只为了炒某一件事情的声量，有时候只为了要提高自己的能见度，于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活在一个历史非常特别的时刻，我们活在历史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我说现在的人，此时此刻，你可以对某件事情、某一个人发表意见。大家几乎都有脸书嘛。脸书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些新闻，看你的好朋友的贴文，你看到了当下，你可以马上的发文表达你的想法，不管你是支持反对，你都可以表达你的想法。而甚至在这个时代，有趣的是，你可以匿名发言，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甚至你可以同时有好几个账号，人家永远猜不到到底是谁发的。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以前你要跟人家讲话，你一定要面对面打电话、寄信，现在不用，你只要一只手机。就可以跟别人讲话。现在很多事情我们也不需要当面讲了，虽然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当然，未来的演进会如何，我们不晓得。但是用现在跟过去比较，你已经发觉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可以随时的评论，随时的说话。这说话可以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是坏的。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一个专家哈，他叫卡内基，他说了一段话，他说随便一个愚笨的人啊，原文他说的更直接，他说随便一个笨蛋啊，都会批评、会谴责、会抱怨，但是真的有高尚品格人，他才有办法有自制能力，甚至才有办法去理解，甚至有办法去宽恕别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批评啊。都可以去谴责啊，都可以去抱怨啊，但他说，当真的是有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有一个高尚品德，才知道怎么样在与人的相处，怎么在说话当中去理解，甚至去宽恕别人。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所以，将要透过箴言的经文，透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学习。当有人跟你说：“你有没有听说？”或是当你要跟别人说：“你有没有听说？”或是当你要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箴言，我们教会最近也在推行手抄圣经的活动，就是抄写箴言哦，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抄完了，速度非常快啊，很认真，已经写完了。箴言原本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指的就是比较，或者是指类似的意思。所以我们常看箴言，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它就讲到愚昧的人、智慧的人，讲的话有些可能像深水，有的可能像是泉水。箴言常常就是用很多的方式去做一个比对，做一个对照，而让你知道某一件事情它真正的意思跟它本质是什么。好，这是箴言原本的意思。但我们会发觉，箴言有很多不同的教导，有关于智慧的教导、言语的教导、交朋友的教导、钱财的使用，各种人际关系各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要对焦在言语的教导。
我们看言语哦，箴言当中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不止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言语可以带给我们为善，但是也可以带给我们为恶的能力。相对，它也可以带来有医治，但是也可以带来毁灭的效果。我们讲话可以帮助人，可以行善，甚至帮助人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讲一句话，也有可能帮助人跌倒，帮助人走向一个毁坏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我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自由，我们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发文，我们都可以留言，我们都可以讲我们畅所欲言。特别我们又生活在台湾，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我们言论自由。同样的，上帝也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说的、我们要看的、我们要听的、我们要讲的。我们可以做某些事情，但不代表我们就应该这么做。我们有权利可以做某些事情，没有错，但是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如此做。更特别在我们的讲话这件事情。雅各书3章2节，雅各书的第3章也特别讲到了有关于舌头讲话这件事情。他说，舌头虽然很小，人的器官很多器官，但舌头虽然是个很小的器官，但却可以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可以带来很大的祝福，相对可以带来很大的杀伤力。但是雅各书3章2节他来说什么？他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是一个完全人，也可以勒住自己的全身。你可能会想说，完全人不可能啊，没有人可以完全，神才是完全的。圣经当中在讲完全人，通常是讲成熟的人。他的意思说，当一个人在话语当中可以没有过失，可以就是一个成熟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小心讲话讲太快，或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不是我们的本意，就不小心得罪人，或者是有过失。当然有时候是无意的，但是会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我们今天要从一些角度，我们一起来思考。当我们在讲话，甚至我们在听别人告诉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期盼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成熟的人，在信仰当中成熟的人。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问大家，也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有写。第一个问题，我们想，我们所说的话，是带来帮助的呢，还是带来伤害的？另外，我讲这些话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讲一句话嘛，当然我们有些话是很直白的讲，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讲这句话，事实上背后还有藏另外的意思？我们讲的话到底是要帮助别人的，还是你这句话事实上是故意要伤害别人？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18章的4节，他说人的言语能成为智慧的源头，但深如海洋，但是也可以清如流泉。另外一个圣经版本，信息本，它的翻译，他说许多话语像洪水泛滥般奔流而过，但是深深的智慧却从自流的泉中涌出。那不同的版本好像看起来翻译不大一样，但是你会发觉他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人的言语可以成为智慧的源头，但是它有2个对立面哦，一个可能是像深深的海洋，一个却是像泉源一样。什么是深深的海洋？你知道海洋高深莫测，那个海底很深，对不对？他们说，有时候一个人讲一句话的时候，或许背后还隐藏很多的意思。深水，我们刚刚看的经文，他说深的水，深水原本的希伯来文，它意思指的是模糊，或者是指很难解答的，甚至或是说隐晦或者是隐藏的事情。箴言的作者他认为，有些人讲话呢很隐晦，深不可测，话中有话。但是也有一些人讲话是什么？好像泉水一般，像那个活泉一样，可以滋润人的心中。你看看我们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他刚刚说什么？他说有些话像不仅像深水，像洪水一般。我们知道洪水带来破坏力，洪水却是带来毁灭性的。有些人的话可以像洪水一样，但是他却说有些人的话像是那个泉水一样，如同智慧，带给人鼓励，带给人安慰，带给人祝福。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我们也可以自己来思考。我们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你讲这句话是帮助的，还是伤害的？
甚至是你是不是要刻意隐藏某些事情？当然，我必须讲，我们讲任何话，我们都要很诚实的说，我们都很诚实的说嘛，我们要诚实待人。我们讲话，我们都必须要真诚，没错。但是我们也不必要把所有真的事情都说出来，我们也不必把所有真的事都说出来，特别是没有帮助的话。有些事情是真实的，没错。但是你所说的到底是不是有帮助的？你所说的这个真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助到这个人现在的需要？这才是更为重要的。箴言的作者，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他也说什么？愚昧人开口就起争端，他一说话就挨打。台语的翻译，他说：“伊一讲话就给他起相拍，伊一讲话大家就往给相拍。”所以，当一个人讲话，他到底所说的话是要帮助人的，还是要给他起大家相拍？没有大家往给呢？大家吵的，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对啊，我们很诚实啊，我们要说真话。但是，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的，你可能觉得我们在说实话，你很觉得你在说实话，但是会不会只是把你想要挖苦别人的，把嘲笑别人的话加以伪装进去？会不会在这个实话的里面，你把你想要去挖苦别人、把嘲笑别人的话放在里面呢？如果你想要说的话，网络上也是，你要留的言，你要发给人的讯息，如果你觉得是污秽的，就不要说出来。污秽不是指脏话，不是指个拍听话，而是如果你所说的不是真的要祝福那个人，而且被讲台语歌被讲口水，你要给人家 saving 的，就不要说出来。耶稣的那个时代，他常面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常常看到耶稣的门徒好像不遵守律法，于是法利赛人都会告诉耶稣：“耶稣，你的门徒不遵守律法哦。耶稣，你看别人的约翰的门徒，他们都有遵守律法哦，你的门徒没有哦。”法利赛人的背后在说什么？不只指责这些门徒，他同样在指责耶稣：“耶稣，你不是个好老师，所以你没有把这些门徒教好。”法利赛人看起来好像在说实话哦。对嘛？门徒好像看起来没有守一些律法，好像没有守一些规定。没错，没错，确实。但是他们背后真的是只想要说门徒不守律法吗？真的只是讲他们没有遵守规定吗？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意义？可能指责耶稣不是个好老师，指责这些门徒真的不守规定。他们讲的是对的话，可能是诚实的话，但好像并不是这么的发自内心。马可福音7章，当法利赛人再次的指责耶稣的门徒，你的门徒都不这么做，耶稣你可能不是个好老师。耶稣私底下告诉门徒说什么？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了，不能污秽人，不会使人不洁净。耶稣继续说，那使人不洁净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这一切邪恶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从里面出来而使人不洁净。耶稣告诉这些门徒，绝对不是外面，而是从你的心怎么想。法利赛人认为自己很洁净，因为他们守律法，他们什么都做得很棒，所以我很接近哦，我们说的话都很正确哦，然后其他人都错的哦。但耶稣却说什么？人反映出的意念，人反映出的思想，才反而是看为那件事情是否洁净。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说，怎么做，也反映出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怎么看待身旁周遭的人。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凭你们所说的话定为义，也要凭你们所说的话定为有罪。”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有时候不仅是闲话，有时候甚至是我们刚刚所说，你觉得是个真实的话，但却实际是要挖苦人的，甚至你所讲出的那个，并不是真心要祝福人的。”耶稣说，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被供出来。耶和华看的是人的内心，耶和华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第一个问题，让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所说的话，网络上也是，我们所留的言，
我们所发的任何的评论，到底是要帮助人、鼓励人，还是要伤害人、带来毁灭？第一个，我们一起来想的问题，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一个很公开的事情呢，还是一个很私底下、很私密的事情？我讲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私底下讲比较好呢？是不是2、3个人知道，或者是在私底下处理比较好呢？我们刚所读的一段经文，一样在我们刚没有读到一段经文，箴言11章13节，我们没有读到的。他说：“爱说闲话的，泄露机密，诚实人堪受信托。”好，我把台语的圣经放上来哈，一共细给公人属乎也，下老人避避，一共跟国语的不一样哦。国语只说爱说闲话嘛，他有讲什么？细给嘎人讲，四处讲啊，四处讲。在以前农业社会，当你要知道这个社会薪资哦，或者是乡间邻里发生什么事情，最好就是去菜市啊，就是这些妈妈们去买菜啊，大家开始讲吼，你隔壁，你讲我听了隔壁发生什么代志吼，然后会讲吼，即马较少去菜市，即马会伫什么代志？等粪扫车的时阵，等垃圾车的时候，大家无聊开始讲话吼。这个经文说什么？他说一个爱说闲话的人，或是喜欢分享别人的事情的。他说，反而是一个泄露机密的人。但是你看，相对他又说什么？诚实的人却是可以得到别人的信任、别人的信托。心中诚实的，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经文，在希伯来原文它又是什么？只是邻里非常忠实，你的内心是一个忠实的人，而且你的内在，你的这个人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人。我想这个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值得被别人信靠，而且成为一个被别人可以值得认为是可靠的人。有些该留在私底下的事，就留在私底下就好。当别人愿意跟你讲一件秘密，别人愿意跟他分享他的痛苦、他的难过，他一定是信任你才会告诉你。他一定是这样才会告诉，他一定是信任你，觉得你值得信任才告诉你啊。但是当你被认为是一个信任可靠的人，学习保护他，也要学习保护自己。我刚说我们很喜欢人喜欢听一句话，是吧？就是别人跟你讲，你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没有听过，告诉我。甚至你可能听也听别人讲什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告诉别人。但是通常这个你有可能有机会，你就又跑去下一个人跟他说什么？我刚听一个秘密，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发现这个秘密，假设如果有时候刚好绕一圈又回到当事人的身上了，那当事人怎么讲？我很信任你告诉你，最后怎么自己听到？不仅要再次的伤害他，也伤害你自己。我们教会有推行一个很长的事工，叫中保代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工。有许多的中保代祷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在祷告室当中为需要的人祷告。当每次中保代祷誓约的时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誓词，就是他们都誓约说他们的祷告，他们所看到的内容，他们不会对外的公开讲，就放在祷告室里面为他们祷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当人有一个人愿意信任你，跟你讲某些事情，就谨守在你的心中。箴言25章9到10节，我们刚没有读到的经文，他也说你跟邻舍有什么样的纠纷，就私下和解，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否则你将会被视为不神守秘密的人，且无法摆脱这种羞辱。台语的圣经他最后一句翻说什么？列臭名恶第4千，说得很直白。他说这样的人好像会留下臭名，而且没办法洗清。不管跟你的邻居啦，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跟任何的人，该放在台面下的，该是个秘密，它就是秘密。当不该被公开的事情，就留下来。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听到一个人的秘密我听到一个人的困难，你可能觉得，我拿到第一手消息我好像那个独家新闻我是第一个听到的。你就会想，我听到了，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我去跟别人分享一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甚至你可能周上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把别人的困难跟隐秘好像当作是自己的喜乐我好像有这个第一手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当我们听见这些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去帮他分担，为他交托，
也为他仰望神的带领。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资讯流通很快的时代，话语的资讯很快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要知道，有些事情对某些人可能是很大的伤痛，对某些人事情可能是他不愿提起的，对某些人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他人生当中某一个污点。但是，所以更重要的，当你知道，就为他祷告，为他分担，为他仰望神。所以第二个问题，刚刚说的，我们要说的事情，到底是可以公开讲呢，还是在私底下呢？是不是要把它留在台面下比较好？那我们可以去思考。第三个问题，我要问大家是：我们是不是也喜欢？甚至我们容许了，甚至鼓励别人说这些所谓的言啊为闲话、八卦，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流言蜚语啊。我们看台湾的新闻媒体啊。除了政治新闻、社会新闻，接下来最大宗的就是娱乐新闻。最近可能比较少，早期我们知道有所谓的1周刊，或者这些狗仔队，他们就很喜欢去拍这些偶像明星、这些艺人，看他们跟谁去约会，看他们跟谁交往，他们去哪里玩，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然后偷拍就放到周刊、放到新闻媒体上。然后大家就看，哇，我那个明星原来跟谁在一起哦？哇，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哦？于是这件事情当开始有流量，开始被炒作起来了，那记者会怎么想？哇，太棒了，有人喜欢，我继续拍，我继续追，我继续去找。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好像也喜欢这些事情？甚至我们好像也容许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甚至鼓励别人跟我们说。你跟我讲啦，跟我说啦，我不会告诉别人啦。我知道你知道了，我不会跟别人讲。我们刚才经文有读到18章8节，他说，传舌的人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台语的圣经的翻译也让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耳孔边啊言啊话，亲像好食物，一食落你的嘴，就吞得巴肚。哇！他说：“闲话就像美食一样，放在你的腹肚里面。”我们台南是美食之都，号称是美食之都。我们都有自己所谓的台南人的美食的口袋名单，对不对？比如说，我问在场的弟兄姐妹，问你说要去吃哪一间、喝哪一间牛肉汤，可能我们会有20种答案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当我们吃过一个好吃的东西，放在你的肚子也好，放在你的口袋名单也好，你一定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也要跟别人分享啊，不能只有我吃到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揪别人一起团购嘛，我假的喝价一起团购，这个好吃哦，一起吃哦。他说传舌的话好像也这样，你听见了，放到你的肚子里，放到你的心里，我有一个口袋名单，我可以跟你分享。当我们好像把人家的事情当作是你的口袋名单，当作是你可以跟别人交朋友、交谈的方式，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刚刚说我们只要在讲话前面加一句话说：“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就会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你只要跟人说：“不要告诉别人哦，我只告诉你哦。”我们就会引起很大的兴趣。传舌，刚刚所说的传舌。简单来讲，可以说它就是搬弄是非，说闲话。这种话很容易被人家听进去，因为我们觉得有趣嘛。甚至有些可能是不是我们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听了觉得就触鼻哦，就触鼻，很有趣哦，听进去哦，好像吃美食一样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但是这个听完之后，却也进到你的头脑里面了，进到你的心里面了，如同食物你吃完进到你的肚子一样。你听了这些所谓的八卦也好，听了有关于别人的闲话也好，我要问大家，这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充其量我们可能就多了一个话题，我们多了一个所谓的用现在的网络的话叫多了一个流量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事情。但是又如何呢？而且我们要知道，当一个喜欢说闲话的人，喜欢分享这些话的人，他分享这些东西给你听，他也很有可能
跟别人讲有关于你的八卦。当一个喜欢看的人、喜欢听的人、喜欢想的人，他的心思充满这些的人，他也很有可能就跟别人讲有关于你的闲话、你的八卦。当我们选择容忍，甚至选择助长某些事情，就可能让它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原本可能错的事情传得变真的，真的事情传到之后变假的。当我们选择容许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可能就助长它往不同的方向产生结果。我觉得这是个现代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觉得这不仅是在台湾，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现在一个很新的文化，叫做讲闲话的文化。我觉得讲闲话文化变成是整个社会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缩影，因为在网络上任何的留言，你讲一句话，好像可以不负责任啊。然后反正世界的风向这么乱，好像前一天是对的，隔一天又变错的，所以我怎么留言好像也没关系。我在LINE上面留言，我现在有收回的功能；我在脸书上发言，我有删除的功能。所以我讲话好像可以不负责任。我去一间店，我觉得不好吃，我就给他1颗星。我就在下面留言，那也猪哥还拍价啊！现在是一个很喜欢说三道四，甚至是用不实的话语讲话的一个的社会。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很不负责任。讲过话可以不负责啊，不管是真的是假的，最后可能都产生很大的伤害。我觉得很重要是，当我们停止这样的文化，停止这样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从我们开始，才有办法把这样子的文化的风气慢慢的改变。当然，我知道人的心里，你还是会很想要看，哎呦，很有趣，哎，听听看，好像很好听。但是记得，我们有时候要辨别，到底什么是该听的，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该讲的。箴言18章20到21节，我们刚刚圣经有读到，你的话句句有后果，你可以依赖它为生，你的话可以保命，也可以上升，信口开河，后果由你自取。圣经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后果。我们的话可以帮助保护我们，鼓励别人，祝福别人，祝福我们自己，但相对的，也有可能让我们得到亏损，得到损害。而最后我要讲，有时候当我们容许某些事情，我刚刚说有些喜欢我们说讲言外为的哈，或者是讲八卦的人，他也很有可能讲有关于你的事情。当然，我想我们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不是那种，应该不是很喜欢讲别人闲话的哈，或者是讲别人这种说三道四哈。我想我们应该都是很真诚跟别人交往，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成为被别人讲八卦、被别人讲流言的那个对象，也有可能在别人的耳中听到说：“哎，你有没有听说过瑞平牧师怎么样？”哎，你有没有听说过瑞平牧师做了什么事啊？哎，有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成为那个流言蜚语或者是被别人讨论的对象。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成为那个中心点，我们不知道。甚至有可能有人在我们背后的议论，对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指控，甚至是不实的指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甚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当然，有一些所谓的流言，或有一些话语，确实有时候是真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调整，可能是我们真的做不好的地方，所以有人说话。但是如果是有帮助我们的，我们就试着去接受，也试着去调整我们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但是你发觉，如果这样的话，你所听见的，它是对你是虚假的批评，你要选择去无视它。如果你发觉那是虚假的批评，你发觉那根本不是我说的，那根本不是我做的，那不是我的为人。你很清楚，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就选择去无视他。当然，你可能会很大的反应呢。哎，我都不安内啊，我哪有可能安内讲？也有可能有这样很大的反应。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很清楚你自己是谁，
你很清楚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说过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被卷入到某些事情的中心，但是更清楚的是你是谁。当我们不断执着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当我们不断执着别人对我们攻击的话，不断执着别人对我们讲的某一些言话，这是忘记上帝最快怎么看待我们最快的方法。当你不断的一直在讲这些、想这些流言蜚语、想这些所谓八卦的事情，是让你最快忘记上帝怎么看待我们的方法。但是相对的，当你选择定睛在上帝怎么看你，这是抛弃别人对我们看法最好的方式。当你选择定睛在上帝怎么看你，这个是抛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错误的看法最好的方式。当我们不断的执着人怎么说，不断的执着人怎么看，我们就不断陷入在那样的情绪里面。我真的有这样子吗？我真的有说过吗？我真的有做过吗？有时候没有的事情就变真的了，真的的事情又变假的了。定睛在上帝身上，上帝看我们怎么看我们？上帝怎么看我们每一个人？彼得前书2章23节，他在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受苦受难的时候，他说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知道，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要受苦受难的时候，很多的罪状是莫须有的，甚至我们说这些法利赛人也好，这些律法师、这些长老也好，一直找他的缺点啊，一直找他有什么问题。你发现彼得前书怎么样描写耶稣？他说他虽然被责骂，但不还口；他虽然受害，但是他也没有说出威吓的话。唯一所做的是把自己交托在那一个公义的主。定睛在上帝对我们的看法，远超过于别人怎么看我们，甚至别人怎么样说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特别此时此刻，你可能现在正面对一些你觉得不是那么正确对你的评论，不是那么正确对你的一些指控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上帝怎么看你？你要记得上帝怎么看我们，而不是人怎么看我们。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在讲言语，不论是我们跟别人讲话，我们跟别人交谈，或者是听别人跟我们讲，我觉得站在上帝跟别人面前，对自己的言语，对别人的言语，我们要有3件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良言。还记得我们在刚刚的分享当中，第一个问的问题叫做：你所说的话，你觉得是有帮助，还是带来伤害？还是你讲的话后面是不是有一些意图？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良言啊，合宜的话语，帮助人的，让人听了好像那个泉水一样，在他生命当中有一股清流流在他的生命当中。第二是我们可以学到讲的是实言，诚实的言语，成为一个值得信赖、被别人信任的。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就不要讲什么，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讲出诚实的言语。很重要是我们要少言。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容许了，甚至好像也很喜欢听那些所谓的流言。少言不是说我们都不讲话、沉默寡言，而是谨慎的说，而是谨慎的去选择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每天都要讲话，我们每天都要跟人家交谈，不论是面对面的讲话，不论在你的手机、在你的 LINE、你的 FB、你的 IG， 任何的社群团体，你都要跟人家交谈讲话。你可能要接收很多的讯息，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说，也知道怎么听，也知道怎么分享。实言、良言、少言，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在话语当中有智慧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行可以更加的像你。
特别帮助我们，当我们每天在说话的时候，不论是实际面对面的讲话，或者是在网络上，在任何的方式用任何的方式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所说的成为合一的话语，祝福的话语，有智慧的话语，也让我们所听的，我们所分享的，让我们学习去辨别什么是应当我们看的，我们应当说的，什么是我们要分享的。主，你也祝福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也落在那个不实的指控，落在闲言闲语当中。主，求你鼓励我们，让我们重新来看待，也看重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是你宝贵的儿女，在你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奇妙的计划，有你美好的样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而不是定睛在人的流言蜚语当中。让我们喜爱你的话语，渴慕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得着智慧，得着帮助，得着鼓励，也得着安慰。祝福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在说话当中有智慧，说话当中有造就人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言行可以如同像你一样，成为一个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样式。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坐着唱就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们坐着唱就好。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感应听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心火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一起来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也为了自己祷告。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信息过后，或许我们有一些新的想象跟新的体会。求神祝福每一个人，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的言语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许多的话语、许多的资讯当中，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应当说、应当行的。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国家有许多的不一样的挑战摆放在面前啊，特别我们也知道明年又有一个重要的大选，所以我们也看见台湾的社会开始又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纷争、不同的对立，有很多攻击的言语，有很多的流言蜚语在整个社会当中不断的冲刺。求神祝福我们的国家，带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有智慧，而且是一个诚实的国家，也祝福在我们的政府官员的身上，
使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带领我们的国家继续的向前。也祝福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在接下来7月、8月、9月有许多的事工要来进行，有许多的活动要来推展。求神带领我们，在这些事工当中，在所做的每一个活动中，都可以更多的吸引，更多的来鼓励这些参与的人，使他们所透过参与的活动得到生命的更新。也为了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你所知道的弟兄姐妹，他来祷告。求神祝福他，使他的身心灵再一次得到刚强，得到从主而来的智慧及能力。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些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面前，主，我们是向祷告，主，我们面前，主，我们的同在，主，祝福我们在当中。阿们。父神，我们在这样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生的样式就要如同你一样，我们所说所行也要如同你一样。帮助我们嘴巴，我们言语所说出来的话，也是祝福人的话，是鼓励人的话，是造就人的话，是医治人的话。主啊，将我们心中那个不好的念头，将我们所说那个可能是咒诅的话、控告的话，离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口中所说的是真的是成为一个智慧的话语，让我们所说的是成为祝福的。主啊，也求你鼓励我们，特别此刻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落在那个被别人攻击的境况当中。主，你让他们有信心，鼓励他们，让他们继续的定睛在你的生命当中，知道他们是你所爱宝贵的儿女，让他们在你的保护当中，在你的鼓励当中再次重新得力。主，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主，我们看见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好像是一个有点纷乱的社会，许多的言语、许多的资讯不断的冲刺，以至于国家的百姓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主啊，求你放下那个真实在我们的国家当中，在我们的百姓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说出诚实的话。也特别祝福我们的政府官员，祝福我们每一个执政的首长，让他们在推行每一个政策，帮助我们的国家继续的向前，帮助我们的人民可以继续在这个主所赏赐的土地当中来安居乐业。主啊，不只祝福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智慧言语的国家，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可以说出智慧的言语，帮助我们的教会，造就我们的教会。也特别在我们暑假开始7、8、9月有许多的活动要开始进行，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些事工当中也看见我们可以付上的工作是什么，让我们可以一同的参与，一起来协助，使每一个事工因着有我们愿意的参与来更加的完全。祝福我们教会所推行的每一个事工，也祝福愿意摆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你知道他们的软弱，求你再一次让他们得着刚强，让他们再一次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医治，使他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有你，知道你完全的保守、完全的保护，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依靠。求主你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
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报告前，我们先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箴言3章3到4节。报告，那请翻开周报第2页，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我们自己看。上周、本周各项聚会的讯息，请会众自己看。肢体交通本会消息。本主日6月11为关怀亚洲纪念主日。第2项，本会定下主日6月18召开长职和首长联席会议，时间在下午1点半，在2楼的会议室召开。请长职同工预备心参加。第3，本会定8月13社教周年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者在7月9号前完成报名。第4，本会心理转角自6月3号起增加周六营运，每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会友多多利用，并邀请亲友、慕道友前来。第5，使徒行传的今日意义结业颁奖，等一下请牧师颁发。第7，会友喜讯，本会李荣谦长老与林玉芬夫妇的次男李胜文弟兄与高思婷姐妹定于7月1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本会举行婚礼，邀请兄姐参与并献上祝福，也为新人婚礼筹备及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代祷，方便统计参合的数量，请欲参加的兄姐在公布栏登记。第2项，本会戴敬和执事杨金叶姐夫妇于5月10号礼拜3喜获上帝赏赐添一位男婴内孙，父亲安玉跟廷龙夫妇今日6月11爱心午餐准备油饭与大家分享，盼会有踊跃前来品尝分享。第8，其他消息，下主日6月18医治祷告时间，请有需要的会友准备心，领受医治的恩典。
请翻开第5页。2023年第3季事工预定表，请各团契服事团队在7月到9月把资料交送干事，以方便整理。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第1项，本会圣歌队定7月1号礼拜六晚上7点到10点，在敬拜中心4楼举行新生颂赞研习会，由李建一博士指导。欢迎兄姐报名参加，邀请圣歌队、诗班、敬拜团各团契、牧区兄姐参加。第2项，冠冕真理理财课程招生。第3，哀伤陪伴、婚姻关怀事工消息，请大家自行看。第4，主日查经班事工消息，请大家自行看。牧区团契消息，主日学报告，主日学情绪管理高手夏令营活动开始报名，名额共65名，费用800块。报名日期在7月2日额满截止。请翻开第6页。第3点，保罗牧区报告。牧区定今日6月11下午举办牧区户外活动，欢迎邀请家人及慕道友、亲友参加。参加者请向小组长报名。基甸牧区报告：基甸牧区亲子共学团在每周5上午10点在教育中心 B1 举办，有兴趣的兄姐可以跟激励小组陈义珍姐妹来联络。关怀代祷事项，请我们自己看。第7页，第2项，台南中会长职联谊会例会，联谊会定于6月18礼拜天下午2点到5点半，在玉井教会举行，欢迎长职报名参加。第5项，台南中会2023年长职信徒训练会，第1小区定于7月16礼拜天下午2点半到5点半，在东门教会举行，邀请全体现任轮休长职小组长、侍奉团队首长踊跃报名参加。奉献的部分，如果有错误，请联络财务组。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各位兄姐，我们来做一个欢迎哈。今天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第一位是蔡新慧姐妹，新慧姐妹在哪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樱花姐在介绍带领的哈，我们请长老来送小礼物，来再一次拿一下，拿一下这个小礼物哈。拍个照，看啊。第2位是黄碧芬姐妹，黄碧芬姐妹在哪边？欢迎你，黄碧芬姐妹来，我们也送小礼物给她。碧芬姐妹是2个礼拜前在我们这边参加礼拜的尤阳生牧师，在纽约来的哈，应该是朋友或是亲人哈，欢迎你来参加哈，希望有小组来关心来接待。那另外先做一个补充，就是在礼拜5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到基督教牧园哈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创会牧者，就是王忠信牧师的母亲穆苏玛她的安葬礼拜，101岁哈他们家属非常的就是低调了哈，没有大型的这个
活动聚会，但是我们教会很多人去参加哈，表达我们的关心啊。他们家属特别说要牧师代表，谢谢大家去参与哈啊，因为他们翁博苏嘛，他的母会就是太平静纪念教会啊，所以他们家属今天会去那边致谢哈啊，也大家为这个王家来代祷。我们的创会牧师王忠信牧师，他年纪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身体有点比较不方便，所以在美国没有办法回来。我们也为王牧师师母全家来代祷哈。好，那牧师再做几点补充才结束了哈。首先要回应我们今天曾牧师分享了很重要的信息哈，很重要的信息。那牧师要特别提醒，一间健康的教会，就是没有人说闲话。不要说人多少，就是教会的人大家都很健康，不随便说别人的闲言闲语这间教会就是健康的教会。所以牧师常常在周年庆的时候，我们讲到一句话，有一句标语就是说，健康的教会就是口甜，再来呢脸甜，还有呢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那就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尤其在这一个说造就人的好话好话一句如春风暖这样子。那特别在教会里面很重点有几个领域。第一个，刚刚张牧师有提过，我们在中保代祷的时候，因为他就是有隐私不方便讲，才要请你来祷告不然的话我这边公开讲就好了，对不对或在周报报出来就因为他有自己的软弱需要代祷，所以我们说保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在小组。所以牧师很严肃的讲说，你在小组里面听到谁他讲自己的弱点软弱要你代祷，你到外面去乱讲，那以后谁敢在小组里面讲自己的软弱？所以小组会产生纷争不是小组没趣味啦，不是个小组没有吃的东西啦，小组最容易传那个私密的话，这个小组就崩起就没办法生存啦。所以不只是小组长会叮咛我们的小组员，你想想看，你有可能在别人面前你家人的坏话吗？会不会讲说我爸爸老爸怎么样，我老妈我老姐老哥什么那不好的事情你会讲吗？小组就是一个家庭，要讲造就人的话不是到外面去宣扬所以一个小组会成功，就是因为大家谨守那个分际，有软弱的部分我们为他带到，要不然就是小组长亲自跟他做诚实的好话，说你有哪一个地方不方便你要修改，而不是说在公众这个是牧师一个感动顺便借今天的主题来分享给大家这一点才是我们教会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础那牧师做一个提醒，第一个等一下我们再补充报告完，我们就要来颁奖，但是有几点要再提醒一次。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季才开一次长职同工会下个礼拜天请长职事奉团队首长还有我们这些事工的参与者，记得把时间留下来因为我们3个月才开一次，有人就规划礼拜天下午的活动，然后就忘了来参加，因为我们一季才一次，所以记得我们的长老、执事、服事团队，请排除困难来参加这个会议，在1点半再来就是我们这边有提到医治祷告的时间，本来都是在每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但是因为这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是我们一个西门这个凤山的西门教会，他们一个建堂的事工，还有外来的讲员我们下个礼拜来办理这个医治祷告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刚刚有提到那个诗歌的训练诗歌的训练，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图片是希望大家能够报名来参加，一起来学习刚刚还有提到说长职研习了，除了这个联谊会以外，我们会在7月16号，我们是一个中会性的研习会，我们请长职也预备心，包括小组长能够参加最好。它是主题叫做忠心的好管家忠心的好管家。那暑假的时候有很多
学生要毕业，有人要升学，我们也一起为他们做祷告哈。好，那我先报告这个名单，那等一下我们请第二堂的同工哈出来前面哈。今天颁奖哈这个名单是这里哇，可能有同工我说原来的旧档案要调出来，没关系啦，就第二堂没有调出来哈。牧师在原始的稿子里面有。就现在在资料夹里面有的，我们再补一下。我来念名单，因为有第二堂的名单哈，我们请第二堂要颁发这个证书的名单哈，来出来一下，我们请会籍执事来报好了，因为投影片要再调一次哈。好，调一下名单，请大家出来要做一个报告哈。就是这一席原始的档案就有哈，好。那个《使徒行传》的今日意义的课程研习，然后全勤的学员。我们有颁发一个研习证明哈，那我现在叫到你的名字，请你出来这样子。李伟教授，来，李伟教授，来，最好的学生，全勤。艳芳姐，艳芳。好，感谢主。一芳。来，请出来哈。晶晶，好，跟妈妈一起上课。同学好。我自己会去。中间一点，来，中间一点。还有有没有看到另外一页？对，在这里，应该是第二堂呢，不是第一堂哦。哇，也是没有笑，那可能弄错了吧？好，来，还有一个是谁呢？夏牧师也是。对，夏牧师。感谢主啊！这个是照片，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中间这位，就是我们的孙宝玲牧师很棒的教授，他对新约非常了若指掌所以大家分享会觉得很收获很大这一张是其他教会的学员来这边学习的他们都一起拿到奖状了这个就是我们本教会的本教会的，我们先在课堂先颁一次今天再颁一次。那不是为了说哇，得到这种奖这种多伟大，不是的，是为了要宣传，就是说我们教会很多装备的课程没有来参加，实在太可惜了还有这一张就是全体的全体的学员，但是还有好多位，因为时间的关系，有我们的伟新兄刚好休息了，不然他们也是学员呢我们也祝伟新兄恢复健康下一次再补课。好这些都是我们授课的资料，重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抽出时间来学习，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成长这是我们教会参加所有的名单所有的名单这个是我们这个刚刚那个新生赞美的研习会，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希望下一次有新的课程我们大家踊跃来报名。而且我发现说我们这一次呢查经班还有这个圣经研习大家很踊跃，而且都很少缺席，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模范期待大家都得成长。好我们来做结束，谢谢。颂龙，请起立，同心来吟唱《我的神，我的王》
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默祷。第二堂礼拜结束，请各位兄姐互相请安。补充报告一件事情，刚那个有报告保罗牧区哦，原本加到户外去有一个活动，但下雨哦，所以好像要改在教会的3楼来进行其他的活动哦。所以如果保罗牧区的弟兄姐妹在3楼举行这个活动哦，所以大家不要跑错地方。